政府公布最低工資嘅參考指引啦，指引係教啲僱主應該點樣去計算個最低工資㗎。一齊睇下成份嘅指引，其實個大前提就係咩項目有人工，咩項目冇人工，係好視乎個僱主同埋僱員商討出嚟嘅僱傭合約㗎。所以大家好關心嗰個飯鐘啊，同埋休息日應唔應該有人工呢？都應該係由勞資雙方去商討。至於如果而家嗰個僱傭合約唔清晰嘅話，要更新嘅條款，過程中僱主係應該充分諮詢嘅僱員，而僱主係唔能夠單方面去改個僱傭合約㗎。作為勞工處一方面呢，就係鼓勵僱主善待員工，向僱員提供有薪嘅休息日同埋飯鐘。但係有議員批評政府嘅做法。先睇睇嗰個指引嘅內容。最低工資實施前大約1個月，政府公布計算工資嘅參考指引。最低工資嘅基本計算方法係將總工作時數乘以法定最低工資嘅水平，即係28蚊。如果僱主出糧唔低於呢一個數，已經符合法例要求；如果低過嘅話，僱主就有責任補翻呢一個差價。因此，工作時數點樣計算就係關鍵。工作時數係指按僱傭合約喺僱主同意之下，或者根據僱主嘅指示之下嘅當值時間同埋交通時間。交通時間一方面，僱員由住所出發返工嘅車程唔計算入工作時數。如果因為工作需要坐車去到其他地方，呢一程車就計算在內。如果僱員喺僱主指示之下參加咗3個鐘頭嘅培訓課程，以提升顧客服務技巧，呢3個鐘頭亦都係屬於工作時數，可以獲得計算最低工資。海外公幹又點樣計算呢？指引舉例，僱員如果根據僱主嘅指示，去到公司內地廠房工作嘅時候，瞓覺嘅時間、個人消遣時間等等，都唔計入最低工資嘅時數。至於最具爭議嘅飯鐘係咪有人工，就要按僱傭合約去處理。假設僱員食午飯嘅1個鐘頭係要留低喺工作地點度當值，呢1個鐘頭就係計入工作時間。如果合約冇要求僱員留喺工作場所度食飯，用膳嘅時間就唔係工作時數。至於休息日同埋飯鐘係咪應該有薪呢？我哋認為，如果僱主係有好嘅盈利，咁佢應該盡量向員工提供良好嘅服務條件，包括休息日同埋飯鐘，令到員工係工作得更加開心。但係如果僱主係有真正嘅困難提供到有薪休息日同埋飯鐘呢，咁佢哋其實係需要同員工係坦誠去溝通，爭取員工嘅理解，而員工係亦要考慮一下僱主方面嗰個情況。勞工處估計，如果僱員1個月有4日係有薪休息日，薪酬嘅支出會增加1成半；如果飯鐘有人工嘅話，支出係會增加1成2。而僱主如果唔提供有薪休息日同埋飯鐘，係唔係無良或者係剝削員工啊？咁無良或者剝削員工呢，其實係一啲非常重嘅說話。我希望大家喺討論休息日同埋飯鐘呢一個問題上邊呢，係能夠客觀嘅、心平氣和咁去作出探討同埋評論。佢又提醒僱主唔可以單方面更改僱傭合約，如果僱員懷疑權益受損嘅話，就可以聯絡勞工處。指引終於出爐啦，勞資雙方係咪收貨，同埋覺得政府嘅解釋係清唔清晰呢？汪明希。工業總會就話咧，指引係定得太遲啦。工總話政府當初立法咧並冇考慮到，大部分僱員都係以月薪計算㗎，唔少僱主誤解咗計算方法，就令到依家係大失預算啦。我哋都揾到有僱主準備更改僱傭合約，佢要標明假期唔會有人工㗎。有議員亦都批評政府嘅指引係唔清晰，令到勞資關係緊張。食飯同假期係咪有糧出？打工一族最關注。要飯鐘錢計埋啦，係嘛？都好嘅，其實保障下啲工人咯。應該政府咧，即係俾一啲指引咯。即係如果係由一啲僱主啊或者啲僱員咧自己去傾嘅時候咧，咁我相信到時有好多爭拗咯。飯鐘錢同有薪假，以往一般僱傭合約都唔會寫明。呢一間酒家喺5月1號實施最低工資前，要同員工協商喺合約加入新嘅條款。而家我哋係有薪假㗎嘛，咁有薪假咧就係寫明咧嗰放假嗰4日假咧或者5日假咧係要寫明係無薪假期嘅，即係放假咧係要無薪嘅，就唔同以前就係每一個包薪幾多錢㗎。
受影響嘅主要係佔員工總數15%嘅傳菜員，佢哋平均月薪7300蚊，返工11個鐘。如果假期冇糧出兼冇飯鐘錢，啱啱好符合最低工資水平，否則就要加薪至8400蚊。負責人話，員工一直同意包薪安排，依家法例所限要更新合約，僱主被逼斤斤計較。人情味會少咗啲啦，每一個月每一日即係都要計個工資，去計翻你睇下我哋夠唔夠最低工資嗰個俾佢28蚊。如果你話唔夠嘅，咁我哋咪犯咗法咯。所以我哋都會好每一個夥計咧都會好詳細同佢計嗰啲人工嘅。工業總會話，政府嘅指引出得太遲，唔少僱主因為政府當初冇解釋清楚而誤解計算方法，依家要再逐一審視僱傭合約係咪符合規定。有議員就批評政府觸發勞資關係緊張，成個指引變咗係教唆啲僱主破壞合約，所以我哋覺得呢個指引本身呢係仲製造更多嘅勞資嘅糾紛，製造更多嘅俾個僱主一個藉口去更改合約，取消飯鐘錢，變成呢個係一個無良指引。工聯會就呼籲當局應該盡快就標準工時立法，先至有助計算假期同飯鐘嘅工資，減少糾紛。喺今日去過政府嗰個簡報會啦，咁會上有冇講到就話外判工嗰個飯鐘錢啊，同埋休息日嘅工資安排呢？政府就話咧會喺下個月19號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公布有關安排㗎。咁政府又話最低工資實施嘅初期會巡查一啲低收入嘅行業，對於蓄意違法嘅行為會嚴加打擊。咁但係如果僱主只係唔明白指引嘅內容，就會俾意見佢哋去改善㗎。